弟兄姐妹，你看你的旁边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圣经？如果没有，你可以很快的跟他分享哦。我们要一起来宣告，要来读上帝的话语。第一节，一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愿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明白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透过使徒他们生命的成长要来帮助我们从慕道，你还在慕道，不明白到底圣经这边在讲什么面貌什么彼得为什么讲这些话然后搞不清楚状况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在我们周遭在谈突然他插了一句话叫搞不清楚状况那我在查台语，不知道要怎么翻那查台语去查 Google 你知道它怎么 Google 里面怎么写吗？那个电脑有另外一个解释就叫做白目，就是你在讲的好好的，突然有一些人插进话来然后讲的就是说文不对题不了解你的状况乱讲今天我们要透过没有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来看看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了解这个把它关掉。好，我们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叫做瞎子摸象，有吧？好，那在很久以前，在有一个印度的国王他心地是很善良他很乐意来帮助别人，所以他对他的百姓也是这样那有一次有几个视障的，现在也不可以乱讲瞎子，你知道吗？要讲视障视障的这些同胞他们就来到王宫要来求这个国王然后国王就问他，我可以有什么帮助你们的吗？那这些视障者就告诉国王说，我们生来就看不到那听说这个大象是巨大的动物。我们没有看过了，但是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明白那个大象我们至少用摸的然后这个国王就叫的大臣去把这个大象牵来。好，那个麦又没声音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国王就命令这个大臣把大象把它牵来这些视障者就开始
哎，有人就开始摸啊摸啊，每一个人摸不同的位置啊，有人摸到他的大腿，哎，这个大象原来就像大树一样有人摸什么？摸尾巴这个大象就好像绳子那有人在摸大象的身体这个好像一面墙一面墙过来摸到这个耳朵，这个大象就好像一把大的扇子嘛有人摸到什么摸到那个象牙，就好像那个枪一样有人摸到这个鼻子那有人说管子，也有人说什么好像蛇这样哇，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心中里面就有一个定见说原来这个大象就是这样，大象就是绳子大象就是大树，大象就是大扇子，大象就好像是这个墙壁，所以每一个人都说出他们的看法的时候，其他人就反驳，不对不是大树，应该是绳子。不是绳子，应该是墙壁；不是墙壁，应该是扇子；不是扇子，应该是什么？是那一把枪或是一只蛇好，所以我们看到国王问他们明白吗？他们自己都说明白了，但是我们看到什么？他们所说出来的都不对。这些的视障者，他们谁也不服谁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看见，各自有各自的解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会从不同样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但是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瞎子摸象的比喻在比喻说，当我们对事情还不了解、还没有透彻的时候，我们不要乱下结论那往往会造成很大的错误。其实今天透过门徒的生命的成长，我们看到彼得他搞不清楚状况他以为神是要他们看到，然后说出他想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里夫子，我们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谁？摩西，还有呢？奇怪，他们要住什么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说，他们想说耶稣我们在这里就好了。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如果你往前去看前面第8章的经文，你就会看到耶稣在跟他们对话当中讲到什么？知道吗？讲到他要去死了，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了，这样明白吗？所以等一下我们会透过这样的经文的解读，来帮助我们明白说，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羡慕，从天上来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彰显荣耀，让我们看到但是受启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领受是正确的，是从神而来的？或者是你所解读的意义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怎样？你的行为、你的信仰偏差。在今天这个世代，很多，我有看到异象，我有领受到什么，但是解读出来却是不一样所以像彼得，在他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从一个初成为门徒，到后面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有能力的门徒。他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从初慕到初信，一直到我们生命更坚固成长能够来服侍神。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领受的从天上来的启示意象，是不是正确？是不是你所解读的是神所要的？所以到最后才有一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怎样？”听他的，不是听你们自己的，不是你们自己所解读的，你们要听主耶稣所讲的话好，所以他显然搞不清楚状况，
在他所讲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特别神透过这样的一个荣耀面貌的彰显，要纠正彼得，你搞不清楚哦，你明不明白我的心意哦？好，所以第一个，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在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渴慕经历上帝荣耀的显现。这是我们在成为一个信徒或者是门徒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我们常常听到别人说：“哎呀，我遇见耶稣了，我领受什么样这样很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你渴慕吗？”或者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你是用一个负面，或者是你能够用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神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的信仰的伟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也要。第二个，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提醒我们，或是帮助我们。你有没有认识到，透过这样一个上帝荣耀的显现，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说那个上帝说你们要听耶稣的，你们要听他的？为什么不是照着我们自己所领受，心里面这样的一个感动来行出来？到底透过这样的耶稣带他们到山上，然后让他们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意象，有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些的意象，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整个启示的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主，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对我有什么目的或是意思？你可以求问神，就好像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这些的信仰的伟人，他们看到了一些的意象不明白，他们求问神，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向主来祈求，主，求你告诉我，你向我显现的，就好像上帝向摩西显现，对，焚而不毁告诉他有什么样的意义，他的生命当中神要如何使用他。到底透过这样的一个启示，要帮助我们什么？上帝告诉这一些透过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还没有去世之前，你们要看到神的大能临到。他预言上帝的国要有大能大力的临到在我们当中，就好像我们在主祷文，你怎么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怎样行在天上，对不对？在地要如什么？在天，表示我们活着时候可以看到什么？看到神的彰显，看到神能力的同在，看到什么？看到神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得到，不是等刚才我们唱那些诗歌，哇，我们看回到天堂才可以看得到。弟兄姐妹，不是，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神荣耀的彰显。所以，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位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上帝为什么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就是要启示上帝国的人才。我们这段时间在帮助我们训练我们弟兄姐妹成为一位门徒。你要成为一个上帝国度的将才，不是奴才。跟你的旁边说，你是上帝国的人才。我们不再是魔鬼撒旦的奴才，我们是上帝国度的人才。耶稣透过培养、训练这些门徒，要帮助今天的教会，就是要建立一个使徒性的团队。什么叫使徒性的团队？就是愿意受差遣。你要被差遣出去，在你的四周围、你的职场，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下午我们开始又训练，要帮助一些长职同工、领袖们成为一个知道怎么样去牧养，不是上了你就做小组长，不是。我以后会要求这些要成为长职的，你一定要上过这些课，不然你不知道怎样牧养。你没有那个牧养怜悯的心肠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去牧养神的这样的一个子民。耶稣带领彼得、雅各、约翰上山，他带领这些门徒，第一个要来遇见、来训练他们，认识到上帝国的智慧。所以透过经文要告诉我们，透过整个意象的显现，要教导、帮助，让这些的人才，让这些的天国的门徒，能够认识到上帝国的智慧。到底这个彰显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好，所以我们透过整个经文的脉络，上下文、前后章节，我们要一起来明白。到底为什么耶稣讲了预言自己受死之后要带他们到山上？为什么在之前他告诉彼得说千万不可，你不要去死啊，你要做王啊？然后耶稣告诉他说什么？撒旦！哇，竟然骂他撒旦！撒旦，退去！不是从神来的心意啊，而是从撒旦来的心意。因为如果耶稣听了他的这样的建议，停止了他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你知道有什么样的后果吗？知道吗？我们今天就不用坐在这边，我们今天都成为可怜之人，没有盼望，因为耶稣没有上十字架，我们就没有救赎。好，所以他带领透过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面貌的彰显，让他们看到神国的智慧要成为他们的智慧，让他们要分辨到底什么是神的心意，是耶稣的心意。好，所以我们透过第二个，耶稣与摩西、以利亚的交通，到底他们在讲什么？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好，第一个就是看见上帝国的侍奉。是一个永恒的侍奉，是从今生一直到什么永生？我们不说来生从今生一直到什么永生，我们都能够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当神要呼召你回天家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可以无愧的能够向主来交账？当你活着时候，有人说：“哎呀，牧师，我老了，我没有什么用。”谁说你老了没有什么用？你有很多的人生的阅历、经历，对不对？你有很多这些丰富的经验，可不可以被神来使用？可以的，弟兄姐妹，不要说：“哎，我到要临终了，可不可以为神做什么？”可以。当我到美国，在那个华理克牧师我们读过《直奔标杆》这本书嘛，到了他的教会，然后他在分享这样的一个过程他的生命的历程。他说他的父亲在医院躺在病床，用最后的一口气抓住他的手，告诉他说：“你要再多为耶稣赢得一个灵魂。”他最后的一个临终的交代，就是告诉他的儿子说：“你要再多为耶稣得着一个灵魂。”他要临死之前，他还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我们看到上帝国度的服事是从今生一直到永生的。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跟摩西、以利亚的交通过程当中，要帮助我们要明白什么？看见你的服事是一个很荣耀的侍奉。你的服事即使是一个扫地、一个接待、一个关怀，其实都是一个很荣耀的侍奉。可能有人因为你这样一通电话、一个关怀、一个参与，他们成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他们认识到主。所以不要轻看你每一项的侍奉，不是只有来带敬拜式侍奉，
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侍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透过这样的一个意象，耶稣鼓励什么？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三个人，耶稣在鼓励他们：你们要看到神荣耀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是多么棒，多么好。好，第二个，我们看到透过这样的意象要做什么？要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启示上帝国度。所以我们大概在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嘛。你的国降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的核心到底核心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到底传什么样的福音？弟兄姐妹，你明白吗？你在传福音，到底传的是什么？是福音还是祸音？是从你自己来的，还是从神来的？如果你传福音的中心信息离开了耶稣基督，那就不是福音。上帝国的核心就是要讲述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从字面上来讲，耶稣是从上帝来的拯救，是受膏魔者。那我们要启动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让人家知道你这个福音是从哪里来，是从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来。我昨天回新庄主持一个结婚礼拜，女方不是信主的，你知道很多还是会有看日子啦，就连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这样，看时间看日子。看时看日就幸福吗？没有吧？为什么离婚还是一大堆？不是在乎这一些的日子、时间，而是在乎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家庭，或者是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各方面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主。所以启示上帝国的核心，为什么耶稣基督那么重要？打开圣经，它可以成为一国这个领袖的帮助，它也成为一家之主的帮助，它会成为普通人的帮助。所以耶稣基督，我们要讲出他来到世上，他把上帝国度这样的一个意义、福音、救赎，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传耶稣？不传摩西，不传其他的。是透过摩西、透过以利亚、透过这些圣经的伟人，他们最终要彰显出来、显明出来的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把上帝显明出来。好，所以透过这样，我们看到人没有看到上帝，但是透过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怎样？显明出来，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成为人，所以我们举办这个圣地之旅，就是走耶稣所走过的，从圣经来看，然后来明白到底这样的一个信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第二个，透过这样意象启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要让我们知道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就借着耶稣。第三个，我们看到启示上帝国的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透过这段经文，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在未死之前，你们会看到神国度能力的降临。”这边帮助我们，为什么是有摩西出现？为什么有以利亚出现？谁知道？为什么不是其他人出现？在这里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好，摩西，我们一起来念来。摩西是律法的代表，表达上帝救赎的计划。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我们读创出立民生前面5卷我们称为什么？摩西5经。这是代表上帝的律法，你要怎么做，你才能够蒙福；你要怎么做才能够得救。好，
所以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在做这样一个交通，我们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讲他们到底在讲什么，用什么样的方言也好，或什么样的语言，这边没有讲。但是透过经文，我们要了解，启示上帝国的真理，就是透过摩西代表律法，上帝的救赎，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救主。好，那我们想摩西完了之后，以利亚，那为什么提到以利亚？先知啊，好，来，我们一起来念来。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表达上帝的真理。耶稣就是真理的本身。有律法，有先知，透过这样要表达神的真理，透过耶稣显明出来。有一个目的，就是救恩。所以我们透过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明白耶稣要付上的代价。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本身就是耶稣基督。好，耶稣基督他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的一个真理，就是信靠他有永恒的生命，这样明白吧？所以为什么牧师要鼓励弟兄姐妹慕道的，你受洗了没有？你不要到快临终的时候，牧师为我受洗。如果你还可以表达，还来得及。如果你连一个回应都没有，告诉你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要在活着的时候，你敬畏信靠。好，所以我们看耶稣透过这样的一个意象、荣耀的彰显、变貌的过程，要让这些门徒查验明白，知道一个真理。但是我们来看彼得他的反应，或者是说我们的反应，你会怎么反应？在这里真好。主啊，在这里真好，我做信徒就好，好不好？我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就好，哦。我可以为你做，但是我就这样就可以了。好，透过9章的第5节，要告诉我们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表示什么？不要下山了啦。昨天你所讲的，我知道。又很衰，又被你骂傻蛋这样哦。好了，不然又让我看到像在这里就好，不要下山。要显现的，你是要显现的上帝，还是上帝的显现？我再讲一遍，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仰过程当中，你是要显现的上帝，或者是上帝的显现？显现的上帝，感谢主，因为他是常常与我们同在。上帝的显现可能就是一个时段，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神的同在，是上帝的同在，不要只是一个神迹，一个显现。我们要求的是，主你常常什么与我同在，这才是最大的福分。就好像你要抓住那个水管，或者是抓住赐福的这样的源头。我们常常只会去抓住这些、追求这些的现象、显现，就是抓住那个神迹而已，但是忽略了神迹本身的那个源头。所以我们要认识主，我们才能够明白，才能抓住这样的源头。好，这里真好，或是耶稣真好。你要显现、彰显与你同在上帝，还是上帝你一次两次的神迹奇事？我们要的是神的同在。跟你的旁边说，我们要的是以马内利神的同在。好，可以搭山做棚啊，好一做牧师一做给你啊，什么都给我啊，用人有限的标准来评估上帝无限的荣耀。不要用自己的思想，好，我就做这样就好。搭山做棚子，表示他们只愿意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眼前的荣耀、山上的荣耀、享福的光景，
我这样就好了，我这样的一个信仰光景就好了，不想下山去面对什么十字架的苦难。你知道服事也会付上一些的代价，背起十字架。当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国，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些的挑战。所以，上帝为什么透过整个过程当中，你们要听他，你们不要只靠自己或是自己想。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彼得自我的认知，耶稣是上帝的仆人，是与摩西、以利亚一样，他搞不清楚状况。耶稣是拉比，他是教导人认识上帝的老师。摩西和以利亚虽然是以色列人所敬重的这样的人物，但是他们不能够跟耶稣相比了。任何一个伟大的领袖这个属灵的领袖或者是宗教领袖都不配与耶稣基督的尊荣相比。我们的主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一直在宣告，我们要明白我们所认识，我们每一次单独在家会主的时候，你认识到这位上帝是谁，你才能够从他得着这样一个能力，帮助你面对你生命的困境呢。即使是面对死亡，你知道，我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刚才在唱那首诗歌，然后刘牧师跟文成长去祷告处理，他安息在主的怀中到最终记不记得那首诗歌？刚才那首第二首吧，对不对？在天堂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先遇见神，我们才能够有永恒的盼望。你先抓住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才有永恒的盼望。所以在最后这个告别礼拜，你才能够很荣耀的回到天家，不是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本体，所以我们看到他来，就是要把上帝表明出来。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在约翰一书的约翰福音的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怎样表明出来。所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透过耶稣的脚中，能够明白上帝的彰显跟他的心意。他来就是要启示有一个真理，有一个爱。所以透过你的信心，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是怎样有盼望。所以我们常常在强调信、望，还有什么爱。好，所以显然彼得他搞不清楚状况。有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搞不清楚状况。我们以为我们领受是对的，我们以为这样做是对的。好，第二个，我们看到他带领门徒来所以要透过这个把上帝表明出来，让他们自己来经历，自己来看，然后从天上来的声音，上帝的声音直接告诉他们，这是我的爱子，不是我的仆人。意思就是他是我的本体他是从我而来的。摩西、以利亚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好，所以对耶稣的面貌他搞不清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惧怕，不知所措，不晓得他的用意，所以搞不清楚状况，说了这些不该说的话。如果是我们就说，你是开白木屋的，是不是？我说不要直接讲白木你跟白木屋有关系吗？就搞不清楚状况嘛。对，你为什么讲这些我们在讲三，你在讲四，对。好，所以第二，不知所措，不会回应。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如何去回应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8章27到33节，我们就看到刚才牧师跟大家讲的，耶稣预言
然后明白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苦难受苦。好，那彼得就阻止然后耶稣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去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心意，你只体贴什么？人的意思好，我们来看到底这个是怎么样一回事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上帝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显现来告诉他们他的心意这是我的爱子。好，我们看到有云彩一起来，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上帝用这样的一个声音来印证，来帮助他们明白，这是我的爱子。要告诉我们什么？有透过云彩，透过声音，其实这个在表达从上帝来的这样的一个遮盖。云彩常常在表达神同在，还有他的保护，他的引导。记得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上帝用什么？白天有什么？云柱，晚上呢？火柱，做什么？保护，还有呢？引导，对不对？遮盖他们，帮助他们。所以我们透过这一些的声音，指上帝的声音；云彩指上帝的遮盖、上帝的引导、上帝的保护。透过这样，他亲自来打断彼得，来纠正他对十字架错误的观念。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表示上帝对耶稣所要做的是一个印证，是一个盖印，然后他必须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你们要听他的，你们不要只想自己的。这是我的爱子，从上帝来有的启示，就是上帝的代表，上帝的显现，是上帝启示的核心。这是我的爱子，他是谁？到底他是谁？为什么你们要听他的？我们看到要认识他，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受洗的时候，牧师要问，要让他们清楚知道。你认识耶稣是谁吗？你有没有承认耶稣是你的什么救主？这个很重要。今天很多救世主出来东方闪电讲的就是他们另外一个还有其他的摩门教2个外国人，对不对？骑着脚踏车，然后又讲我们也有传耶稣但是我们讲的另外一个比耶稣更伟大的，就是我们的教主史密约瑟他们先用障眼法，然后让你知道有讲耶稣，一贯道有没有讲耶稣？我们有讲耶稣五教归一统我们有你不要听到也有耶稣好，我就去了，不要不明不白好不好？不要搞不清楚状况。所以使徒信经，我们每次在用使徒信经，就是要告白我们信仰。耶稣是我的救主，上帝是我的天父，圣灵是我的保惠。这个就是初代教会在防止异端时候用这样使徒信经在检验我们的信仰。所以如果超越这个，你就要很小心，不要相信。认识他是谁？他不单单是仆人，他是大过上帝的仆人，摩西、以利亚。他是谁？他是上帝的爱子，不单是拉比，是上帝的本体，是显现上帝的荣耀。所以你们要听他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上帝的话语，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是听自己的声音吗？还是要听耶稣的声音？不要再拦阻神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是要付上代价的。和我们不要那个服侍很辛苦，不要当长子，很多黑暗面你不知道。
有人就会这样讲。我要告诉你，这个服事是荣耀的，不是每一个人随随便便要可以给的，是你愿意委身。弟兄姐妹，刚才已经提到这样的一个荣耀服事是今生的跟永生的这样的一个服事，是一个荣耀的服事。我们会有人的软弱，但是最终神的荣耀跟能力会彰显在我们当中。你相信吗？当你愿意有这样的一个顺服服事的时候，不再要容拦阻神荣耀的道路的时候，神要接着你成为一个施恩施福的管道，成就神救赎的计划。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只见耶稣一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乃是在我们从眼目、从环境、从这样的外在的，我们单单的仰望神。如果你要看这些环境，你会跌倒；如果你要看这些外在的，你就不敢服侍。但当你眼目专注的遇见耶稣，单单的仰望他，你就知道，你就明白。这个服事是荣耀，不是只有在教会服事，而是神要透过你成为你家中的一个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管道。神要使用你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职场上面，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服事。所以不要小看你所分享出来。所以最后我们要来看，我们怎么回应哦。第一个，在你读圣经的过程当中，主啊，我渴慕在你祷告的时候，我渴慕经历你的彰显，你荣耀的同在。但是最后第二个是，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我们要听从主的话，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相信吗？相信耶稣是主吗？你相信耶稣是你的好朋友吗？你相信他是为你舍命吗？你相信他要使用你成为一个荣耀的服事吗？弟兄姐妹，每次你来敬拜，听了信息，走出去，是不是把这样的一个领受放在这边，带回去，也把神的恩典赐福带回去？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主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神有没有拣选你？其实神，我们的主呼召每一个人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度。不要小看你都不能做什么，神都给我们有不一样的恩赐，就是要把它使用出来。我们一起来。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安慰我，生命使我能解天国。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的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
相信。弟兄姐妹，让圣灵自己来动工运行。神要使用你，神要让你成为荣耀的见证。神也知道我们难处，我们软弱，我们要让自己来成就神救赎的计划，而不是成为神拦阻他救恩计划的那个绊脚。求神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你是否回应神的呼召，一生来跟随他？虽然会有一些的重担，一些的负担，但神是察验我们内心的，要看重我们的付出跟服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说神啊，我愿意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明白你的心意。圣灵，求你来，求你来，求你来彰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不只看见你的荣耀，也回应你的呼召。
谢谢耶稣，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你是主。主圣灵，求你大大的充满感动在我们当中，让我明白你的心意，回应你的呼召。你拣选我们，就是要成为你荣耀的服侍。我们不再推辞，我们用有限的生命回应你荣耀的呼召。愿主耶稣基督，你胜过死亡权势的能力，赐给愿意回应你呼召的人。天父上帝，你看我们是宝贝，求你用你的爱来遮盖我们，用你的爱来保护我们，用你的爱来扶持我们。主圣灵，求你来，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得着你的能力，我们就能够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我们所居住的社区、我们的职场、我们所接触的人群，为你而做见证。求圣灵保护、看顾、感动我们，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坐下之前，跟你旁边住说：神的同在，神与你同在，神的灵与你同在。